今年第6號風颱槍比目前呢是繼續向北平這琉球附近的海面呢甲架過，雖然對台灣是無直接的影響，也毋過拜一受到這風颱外圍環流呢，大新竹以北到宜蘭地區這雲是加較高的，會落這局部性的短暫陣雨。也若明仔載這全台灣各地天氣嘛是同款真燒熱，也若拜四開始又閣要變天啊。今日台灣大部分地區攏是多雲的烏陰天。不過，對拜一到拜三，受到今年第6號風颱槍鼻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北部甲東北部可能會有局部短暫的陣雨，過到山區也會有局部的西北風。另外，拜四進前西北部、南部啊山區甲花東沖過，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。可以看到，在週3之前，其實都有一些局部比較偏高溫的情形。我們今天是一個比較偏北風的狀況，所以說在中南部的近山區，還有在花東縱谷這一帶，甚至在宜蘭這種背風面的地區呢，都會有一些局部比較偏高溫的狀況。像是在台南的近山區，我們目前也有發布高溫資訊，提醒大家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出現。若拜四會開始反天，受到低壓帶的影響，水汽會愈來愈濟，一直到拜6禮拜。全台各地可能攏會落雨，尤其是南部、東南部甲山區，過到了後，愛特別注意短暫的大雨，也是雷公雨。氣象署提醒民眾愛會記得早雨遮。週4大致上是以午後雷陣雨為主，不過也可以看到整個雨勢上面跟前期相比是比較明顯的增大了。週5左右呢，南台灣這邊的降雨還是持續，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形。其他各地的天氣呢，在中午過後也會有一些較大的雨勢，那甚至呢，在其他時間也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零星陣雨的情形。我們也可以看到，週6、週日受到低壓帶的影響，其實各地的降雨幾率還是比較偏高一些。氣象署表示，今年的第6號中度風颱槍鼻目前繼續向北平對琉球附近的海面行線，雖然較無直接影響到台灣，不過受到風颱外圍的雲系影響，拜三進前北部甲東部沿海地區、恆春半島、閣有馬祖可能會有大雨，民眾就要細膩。記者郭友基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